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農爺爺，今日繼續講體質，今次講邊幾種啊？今日就講餘下4種，每種都有對應穴位，認真聽住啦。濕熱質就好易皮膚差生痱滋，仲會口苦。曲池喺手踭橫紋外側，清熱去濕，皮膚就會好轉噶。血瘀質面色就偏暗，仲容易有瘀斑。血海喺大腿內側膝上二寸，活血通絡，面色就會越來越靚啦。氣鬱質就成日太氣悶悶不樂，太沖喺足背1、2隻骨之間，疏肝解鬱，心情就會舒暢好多。特品質就好易過敏感冒，風門喺背部第2胸髄旁，固表防敏，就可以少感冒少過敏啦。呢4種體質，日常多注意作息同飲食，配合對應穴位多留意，身體就會越嚟越健康噶。今次又識咗4種體質，以後自己都可以留意身體狀態啦。只要用心留意，每個人都可以養出好體質噶。